会做传道啦，阮两个拢牧师啦，阮就做伙母亲节做伙食饭啦。这是阮讲的人生就是将家庭起做一个地久的天国。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。爱安怎禁止你的嘴讲啥物？讲好话，讲歹话。讲好话。唔通讲歹话啦，嘴若讲歹话，你的家庭就无好啦。咱彼此讲好话，好无？好。我听你哦，上帝听你哦，耶稣听你哦。咱拢讲好话，所以灵命成熟长大成人。感谢主啊！阮对结婚你几岁即马孙仔两个啦拢会当住伫阮东海附近做伙食饭啊，昨嘛做伙来食饭啦。咱结婚48年咱会当见证上帝，互咱伫咱的活命内底阮有上帝的光，阮拢有上帝的福气。你看阮的衫拢共款因为有长老甲阮做的啦。伊讲恁我咧教婚姻恁爱情侣装好无？穿情侣装啦，当领衫拢爱就共款啦。伊若讲看无甲我共款就是我的伴啦，互人知影讲伊是我的伴啦。所以结婚48、49年啦咱上帝互咱长阔高深的爱，伫世界救赎咱互咱信伊，咱信伊了，伊就替咱死，咱搁活。这个我的活命，我要用上帝的活命来报答你所以公报社也是迄个大众传播基金，一年拢派我10几间教会，上帝用啦，献我的心，恁献钱好无？我献心啦，献钱献心拢好献力献上帝赏赐咱智慧，所以咱爱有智慧的心咱的心灵更新3部曲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心灵耕耘，第二个心灵展望，第三个心灵释放。咱的心若有真侪困苦，你爱透放你的心若无好，你嘛是爱看头前真好真好真好心爱去改变爱去这爱挽草，这爱种树这样水的花拢爱种水的花伫我内面，种好的果子伫咱外面。好的上帝话命伫我内面，所以咱爱照着信心、心意更新，爱改变你的生活，爱查出啥物是上帝你的旨意，你的旨意啥？你的旨意叫我来西咧，好。你的旨意后礼拜要去鹿港好，6月要去台南好，拢顺谈上帝的旨意。人生会归土尘归土。土归土，会袂？会啊。求上帝怜悯啦，咱莫注重咱的身躯啦，咱注重咱的灵命啦。咱的灵性，咱的灵命，有一天拢会无去啦。总是咱若准无注重上帝，你就互上帝单调。就是你注重上帝，上帝就甲你归天去。新时代，新的眼光，咱爱搁较侪上帝的听，像咱爱拄起上帝，互咱心内的真侪毒，属灵的毒咱属灵的真侪垃圾，咱心内发出的真侪歹念头，真侪真歹的，才会讲话。恁的嘴咱直讲歹话，这就是误会的人。所以咱的心眼讲，咱有上帝新的活命，咱有真侪新的听，咱有得到上帝真大丰盛的活命。所以你若愿离开上帝远远的时，你看你天顶是黑暗的天是暗，你看袂到光咱遮掠世界遮的物件，你看你人伫心中就是敢若足郁卒的掠世间的只敢若黑暗，看袂到光。所以咱的心爱回倒转来，是向上帝。回倒转来看主有心中的听，所以咱心要回转，咱心爱归向上帝，咱要悔改，咱来信上帝，咱来为主来活，咱来感谢上帝，咱来时刻甲上帝的圣神来结连，
上帝圣神伫咱幸福的源头，咱的心幸福，就是耶稣基督住伫我内面。所以定定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主啊，求你来怜悯我，主啊，是的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要定定讲谢谢你，谢谢你好不好？咱来讲这四句话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这四句话咱常常甲上帝讲哦。上帝是的啦，我搁做唔对啊啦，你嘛定定甲我骂啦，骂了你讲是的，咱拢互骂来骂去啦，骂一下就好啊啦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然后谢谢你，定定爱甲人谢谢好不好？你甲边的人讲谢谢。谢谢，郭长老谢谢。单纯男的对。伫遮阮陈崇光的迄落啦拢捌的啊。我即马就讲，谢谢你，认识你们真好，感谢主，派我来遮真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主，多谢多牧师，咱甲你联络。我嘛去张山教会，张山教会唐千顺了。黄千顺，是杜千顺哦，拢千顺哦，参比个顺好无？阮共班的。共班的我嘛去张山教会啦张山教会读黄千顺啦，共班的，感谢主啦，实在上帝，我四季安尼走，足好，有感谢上帝无？上帝有伫我内面无？有幸福无？咱过来讲这四句话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要记住在你的心中哦，我爱你。你的身边的人也要跟他常常讲这些话哦。你爱甲爸母讲哦，是的啦，我细汉的时候你就无用啦，老母多谢你啦，你甲我顾到即马啦，多谢你啦，真辛苦，你看你顾我的孙仔啦，搁互阮大，搁互阮食，真够煮啦，台湾的女人是水泥做的啦，多谢啦，阿嬷，多谢啦，咱的上帝拢伫咱内面，咱定定多谢好无？定定甲人多谢好无？定定甲人讲好话好无？我爱你。我爱你。对，咱台湾人真袂讲即个话啦。我爱你，真正讲啊，翁仔某会定定爱无？会定定揽无？会定定揽囡仔无？嘛爱甲囡仔讲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拄啊骂你，没关系啦。拄啊，有一寡册伫对，牧师伫外口拢是翻译的，伊翻译50本啦。我们爱你啦，把这些书也可以送给你们啦，都送给要的人啦，带一些回去好不好？好，要不要？要。对不起啦，一点点啦，伊50本啦，干互你几本仔尔好，你若靠上帝，你就迄个活力会当跳，你看，会当跳，会当活起上帝迄个啦，有啥物有福气无？有听无？有平安无？有喜乐无？有自由无？有真欢喜丰盛的恩典，真永远的活命伫咱内面。你看，这就是信主的人会当得到遮尔大的福气哦。咱对上帝对黑暗中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咱得到新的活命，咱得到永远的活命，咱得到灵魂的长大，身躯愈来愈勇，心理若健康，你的面就愈水；心理若健康，你的灵魂愈勇壮。咱的心爱得到真大的改变，咱爱正做心中创造的人，咱来长大成人，长大成熟，建立健康的自我。好，咱最后来读这最后一个，甲上帝进入，搁较什么？亲密的关系。爱甲上帝定定讲话哦，定定祈祷哦。毋是讲靠无上帝空气伫对，无啦，看袂到啦，毋过心就是上帝伫你内面。甲人进入搁较亲密的关系，甲家己建立家己的健康。我真健康哦，我家己真好哦，我真有信心哦，我真袂烦恼哦，我真有快乐的心哦，
哦，建立自我，不要说我好忧郁，我好难过哦，我昨昏对9点外困到早起6点呢，啊好困无？好困。哦，啊困啊，7、8点钟、8、9点钟呢，一天拢困啊，哦，啊足好诶哦，建立健康的。嘿，啊，你家庭你困无好啊，来，我靠你甲你按摩，哦，按摩。嘿，啊要困之前按摩，好，啊，互你搁较好困。哎，后摆即摆好困无？你困几点钟？啊，早起困到8点，我讲起来啦，咱要出发啦，你要8点嘛，紧起来啦。哦，8点半阮就出发啦。哦，啊，搁咧困到遮尔7、8点嘛，我讲紧起来好无安尼？好啦，互你困啦，困到我早顿拢做好啊，我逐项拢做好啊，你起来食，咱就好走啊。啊，建立健康的困好饱，食好饱，一定爱食早顿哦吼。早顿无食身躯就无好啊。诶，家庭跟人，哦，家己健康，嘛互别人健康，互你困，愈困，我困到6点，你困到8点，好啦，好困就好啦。健康的身躯，健康的家庭，健康的我，健康的心，健康的灵魂，求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个西罗教会，中级会友、牧师娘伫对，伫遐。我拢毋捌你啦吼，咱拢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好无？好。互你上健康的你，好无？好。互你上长大的人，灵命上成熟的人，好无？好。咱一切因根归乎上帝。好，今仔日的奉献归乎上帝，望大家拢总愿意奉献乎上帝，献心、献力、献力、献钱，咱来做伙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多谢你赏赐阮好的日子。今仔日阁无落雨，阮会当大家组织伫你的上帝的殿，阮伫遮来敬拜，阮伫遮来讲起上帝的道理，讲起上帝的光，讲起上帝听的信息。你会教示阮要安怎来长大，要安怎成熟，互阮成做你所听的囝儿，互阮成做你所爱的。百姓，主啊，多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活命，多谢你赏赐阮能得到你的平安，阮得到大大的祝福。阮恳求你赏赐长老教会总会所一间教会每一个人愈来愈兴旺，无去萎缩，无去凋零。主啊，求你来怜悯，阮求你祝福，阮正人。家庭正人的心，阮正兄弟姊妹，大家拢会当来成做你的见证。阮是伫你面前所有的一切，拢荣光归伫你的名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